叫做麗晶，係你哋嘅今日嘅拉筋導師。咁我哋今日會做5組嘅動作嘅。咁做之前咧，問一問你哋啦，你哋有冇咩嘅身體唔舒服啊？或者職業治療師、物理治療師建議你哋唔適合做嘅動作啊，你都話聲俾我聽喎。做嘅過程裡面咧，我會埋嚟即係話俾你聽啲動作點樣做嘅。如果你哋唔想有咩身體接觸嘅時候咧，你都話聲俾我聽啦。咁我哋開始之前咧，就做一做個熱身先嘅，鬆一鬆隻手啦，跟住轉個手腕，跟住轉身，另一邊，再轉多次。我哋第一個動作咧就係髂腰肌，髂腰肌嘅位置咧喺我哋嘅盤骨前邊呢個位置啦，至到腹股溝呢個位置嘅。咁我哋首先左腳踏前，弓字步，兩隻手放喺左腳嘅內側，後腳伸直，向前望。跟住我哋可以做12至15秒嘅，咁由個盤骨開始喐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好，轉腳，隻腳首先收翻埋嚟啦，另外一隻腳。右腳踏出，跟住兩隻手放喺右腳嘅內側，後腳伸直，眼向前望，打開心口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好，翻嚟，跟住我哋做第二個動作啦。第二個動作咧就係腹橫肌，喺我哋呢一個嘅位置嘅。我哋可以做3組至到10組都可以嘅。咁我哋首先隻手咧放喺個肚呢個位置啦，吸氣嘅時候脹起，數1至3下，1、2、3，放鬆嘅時候咧，縮翻個肚，吸氣肚脹，1、2、3，放鬆，吸氣肚脹，1、2、3，呼氣放鬆，再吸氣肚脹，1、2、3，好，跟住我哋下一個動作啦。下一個動作咧就係胸大肌，胸大肌就喺我哋呢個位置嘅。咁我哋首先隻手咧90度角，係擺喺個牆嗰度。跟住我哋前後腳，左腳向前先啦，兩隻腳趾尖都係向前嘅弓字步。跟住我哋打開個心口向外轉，數12至15秒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好，我哋轉方向啦，另外一隻手，右手都係90度角拍埋牆，前後腳啦。跟住打開心口向外邊轉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好，翻返嚟中間，跟住咧，我哋就做菱形肌啦。菱形肌咧係我哋嘅肩胛骨啦，至到脊椎呢一個位置嘅。我哋首先將隻左手擺向右邊右下方，跟住另外一隻手咧捉住個手臂，跟住咧
個視線就向住手呢個方向轉過去，鬆起個膊，可以數12至15秒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好，翻嚟中間，跟住我哋轉方向啦。右手撥向去左下方嘅方向，跟住左手捉住個手臂，跟住個視線跟住隻手方向轉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好，翻嚟中間。咁我哋跟住嚟嘅動作咧，就係斜角肌。斜角肌咧就喺我哋頸呢一個嘅位置嘅，有前斜角啦、中斜角同埋後斜角嘅。我哋今日做中斜角啦。首先個頸咧就按摩下，好，跟住咧我哋就修正個頸椎。隻手咧就放喺個頭，可以掂到耳仔嘅位置嘅。咁我哋首先做4組啦，每次2下，跟住先至會做12至15秒嘅。好，我哋首先做呢一邊嘅方向啦。1、2，翻嚟中間，再嚟1、2。1、2，好，第4組，1、2，好，翻嚟中間，跟住做12至15秒。隻手咧，另外一隻手可以向下垂，跟住會有拉扯感會大啲嘅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好，隻手幫個頭翻嚟中間，我哋做另一個方向啦。又係修正好個頸椎先啦，跟住隻手放喺個頭，掂到個耳仔嘅。我哋開始做做4組嘅2次先。1、2、1、2、1、2。好，第4組啦。1、2，好，翻嚟中間，跟住我哋做12至15秒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好，幫個頭翻嚟中間。我哋5組嘅動作咧就已經做完啦。咁我哋要做一做個熱身喎，cool down下。跟住我哋2隻手咧伸去後邊，扣住，咁升起，數5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放鬆，再嚟多次。1、2、3、4、5。我哋嘅拉筋動作咧就已經做完㗎啦。咁你記得翻去飲多啲水咯喎。